欢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，新嘅一年到嚟哦，大家係咪有新嘅計劃呢？大家點樣喺你生活當中嗬，乜嘅時候撞到新嘅，譬如講新嘅熱鬧啦，新嘅屋企嘅棚燈啦，新嘅打扮啦，都係當中有幫你遇到新嘅好心情哦。喺節目當中，今日來到兩位藝術家。安度好，呢兩位藝術家是係感情當好嘅公婆，韓國兩三人都有專長，有結合強下嗬，而先前本大家，呢係類似兩太妹兩公婆，呢係當有名嘅藝術家，佢哋在作品當好，你非常榮幸邀請佢哋來到節目，實實來分享佢哋分享玉梅先生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安到劉玉梅。接下來咧，繼續來分享梁基先生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還有安江嘅主持人，今日真榮幸來參加呢個節目神望大家歡迎兩位來到我嘅節目當中哦，大家講嗬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安度好兩公婆呢，安度好兩三人嘅數年安好呢，大家看我哋現場有獎哦，有啊，即係講有啊，唔係要介紹嘛？唔會啦，真係當獎嗬，大家看到見本日棚內啊嗬，出安尼有花啦，大家啲係乜嘅花嘛？黃金花，變做客家嘅海花嗬。應該開順嘅客家，而咩要按自家嘅法，唔但唱起童話聽聽啊！嗬，咁咪安尼看起來，我看講嘅玉梅先生，我上一發應該係做嘅錯嘛？係，你就會專門做安尼紙黏土手工藝品係嘛？係。哦，我說愛做乜嘅，見嗰種嘅數來變化一下，全部做出來。做得。哎呦，很強哦！講愛慢慢的修改。慢慢修改哈，精雕細琢的意思係啊。哦，佢安尼嘅梁基先生咯，你專門係做乜嘅？哦，我專門做嘅司機，冇做重點嘅啦。我上節目好表達愛意啊！新的一年好閃哦，安尼哈。真嘅，因為先生嘅書你懂嗬，你下太師咩嗬？哦，韓國呢畫圖咩嗬？當後上去開始來畫圖嚟啊！嚇，嗰時兩三年，人哋嘅專業結合起來，睇下點喎？係喺個遊戲劇《玉山》，係咪知道玉山千獎呢？今日啲節目當中，玉山花落咪當獎，本大家來認識下。一下花落，當玉山花落。唔過以前唔係人當玉山花落係啊？桂林，人當桂林哦，因為人當桂林哦。一開始，就想講嚇。嘅桂林山水甲天下嗬，也千多年，當時台灣建起也以後，當多年去大陸探親嗬，去桂林了嗬，都要帶到絲花鎮啦。我想佢可能也看板嗬，某天我想到佢俾我厝嘅度嘅花唔記得標，我拿來瞧嗬。桂客臨門也一個稱號嘅意思啦。我想我都得個模仿門啊，凊彩按呢名。哎呦，想法噃。唔過後來呢，就變咗玉山咯，嗬。係乜嘅原因啊？哦，我想因為經營髮廊本身係辛苦啦，我想改變一下佢嘅詩嗬。係。喺桂林來講嗬，都兩片啦，嗬。我想玉山嘅花嗬。就較冇強樣較本土啦。哦，較菜地。嘿，對啊。我也一隻花玉山嗬，真多人都有種日嗬。當然啊，花也唔係賣錢貴啦。希望嘅朋友分享大家嚟收藏哦，係啊。今日啲節目當中嗬，看到有青島嘅花圖，介紹一下好嘛？好啊。先嚟介紹乜嘅呢？先介紹了福氣滿滿，苗條調，
没有头条哦，没有头条。平常时看到吼，就伫佢係一個當槍大家吼，聽亞政府卡嘅這個帶路人安尼哈，守護者哈。個像日本就講愛送本阿爸阿媽安尼沒有頭條，代表安尼友好。咁你做亞服呢？福氣滿滿係咩意思呢？你係因為哈，我去個永福國小太海嗰片，高中係我，因為你係個學校嘅特色啦，其實係我教我哋教育局有辦嘅藝術生根，就啲個教。哦，對，古時候咩希望留安尼嘅樹葉傳下去啊，哈。好，剛剛講到2-3年共下來創作，現場就有一幅圖，也個苦盡甘來，係冇？好，苦盡甘來，韓國下晡有乜嘅？合家歡。全家就歡樂，就團圓嘅意思，同人介紹一下2-3年共下來創作。頭個我是兩個是先做一部較細部嘅啦，哈，平常教學生嘅，學生嘅做好嘅。家老公會講，不用用個苦瓜唔拿去變啦，我廢鐵咯。當中真嘅，真嘅呢，我注意到話到係真嘅嘅涉水凍漿，做工動腰，很逼真吼。到面我是做苦瓜來茄子啦，到面常常今年係雞年嘛，我先生專門發了農村嘅景。跟我就想到，茄子要有茄馬兔啊，我就想講，我先生來發一隻茄馬，還沒清好。係哦，安尼就開始了。好，嘅鍾先生，你要知道講，哎呀，不用食，哎呦，唔要看到我嘅心意，我要唱喺老人腔下來創作嗬。嘅當時有乜嘅想法冇？啲阿圖嗬要一隻雞馬，嗰個要雞公嘅嗬，因為我哋就最早花做一下細部啦嗬，而家太薄啦，要得花2隻雞，要雞公雞馬嗬，大家都真歡迎咁樣嘅作品，因為做到一腔啊苦瓜，我盡量聽書聽啦。你就按你發鄉村嘅建設，就稱好係嗎？因為就我唔講，我各種都冇強樣嘅，係花啊，下把上到一樣花就一樣花。一種藝術家嘅創作咩？我要略略嘅哈，苦瓜要帶啲風。係啊，做喺頭哥我就想到頭哥我媽媽哈，我妹佢有陣時苦瓜變到清熟切開來底部鹽就會幫我哋食，就吃到甜甜。真勁哦！佢唔係留嚟做種嘅，咩做嚟做種啦？咩做得食？咩做嚟食？對，佢做味顏色，就吃甜甜嘛。就講你下就講苦盡甘來意思啦。哇！安尼講起來，我想到媽媽嘅愛哦，對，清甘甜哦。即係開始有青島機會2-3年開始嚟創作咧，係嘛？你下慢慢嘅會朝安樣嘅方向去進行。係哦，唔知道講1-3年來創作，同2-3年愛強下來創作，有乜嘅好嘅地方，有乜真困難嘅地方嗎？如果人係建議，不過有陣時我會唔通嘅建議，會嚴格嗎？會哦，真嘅，意見冇相同咩？下把對啦，因為佢想法每天較單純啦，較簡單啦，影響較多。安尼2-3年嘅想法加起來，其實可能作品會有很好嘅突破係啊。嘅安尼先生老唔建議哦，當見唔知道講，發覺看2-3嘅作品有冇新嘅感受冇？新嘅感受啊！我係有落聽書，我相信嘅作品就本人看到就較安心咧，佢應該會較安心。係啊，就見來見好係啊。係啊，因為將啲國圖啊一樣嘅擺啊，嗬，野味咧嘅嗬佈局嗬。差唔多按你講到畫圖嘅構圖哦，係嘛？對啦。古時候安尼2-3年夾強下就越來越好嗬，因為梁基先生從19歲就開始畫圖哦。
嘿，这种时间要按后上就开始提笔作画呢？提摆想法也真单纯啊，就想讲学一门书呢哈，本身也有落下有三个落才三个落麦哈，那就照先生的意思哈，讲那现象很样办，就朝了方面发展。迄先生的建议就出来啦。对，提摆做学校画图，先生也有学到多啦哈。所以我这个想法也真简单啦。因为看电视人家张大千那条名言，哎呦，嘿，都个开画展哈，当嗰种诶，当电工啊，庆祝贵宾都可以欣赏电视都播出来，系啊，有对啦，有这个向往的期待哈。嘿，安尼当好哈。等下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介绍，今日来到节目当中两位艺术家嘅作品哦。大家真都福起来咧！今日来到节目当中，来自龙潭嘅艺术家哦，也两公婆到3月数日都按好，又会画油画嘅啦，写太诗嘅啦，又会做手工艺嘅啦。今日呢，有请佢哋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，再一次欢迎两位。什么大家？系啊，一下呢，先生准备好了，因为先生要教你来做安尼手工艺 DIY 啊哈。好，今日做乜嘅呢？做嘅。主讲大阪的个法，大阪的个法，黄金法。也未怕做用来大阪的，遐有意思。系啊，用很多大阪的法。叫那半叶树个法啦。哦，半叶树个法，很多黄金法。对，首先树下搞一点面油，出要做一个法。对。哦，搞面油係用的呢？佢连奶煮冇釀到熟。哦，還有安尼嘅方式吼，大家學起來啊哈。咱啲奶哈，咱佢像嘅擀葱油餅樣，咱佢傾扁啦，傾扁來，啊個挖芡，哦，先生家有挖好嘅，呢隻芡木嘅啦，木嘅。用做下夾，按下夾。鍾老師，跟安尼，因為先生在做嘅時間，啲順風看見，我不用我安排喏。哦，佢趁到機會出去教，佢趁要做，我一看到做 DIY 係啊。係啊。你會留佢聽書嘅啊？不過吼，講聽書，因為屋下開店吼。較多時間都記得家出門。哦，你出去屋口嘅總店啊？較遠呢，佢較唔地路嘅，我就要陪佢去。啊，你去花瓣咩？花瓣用啲機吼，有啲紋路嘅。紋路咁樣滾下去。哦，安尼就有混呢。你泡順後吼，較泡啲咧，較充整嘅吼。對。你出嚟做仿真版的咩？對。捏一下捏一下樹捲起來，起碼去。安尼就有沖了。對，安溜溜的咱給拌過來，像玫瑰花樣的。安尼做下個花，安尼做好不會不用等，不會髒係啊。不會髒。天線，也係紙黏土。紙黏土本青多種啦，有樹脂土哈，韓國嘅超青土、珍珠土、青多種。咁你今日用嘅係乜嘅土？你係適合做花嘅土，有的適合做黏哈，有的適合做動物嚟嘅。還有分啊哈！你做得吃黏看啊？好，佢黏不開。動強呢？做你安尼拗呢，唔會斷定呢。黏哪落去？按太啲咯。安尼啊？幾扎黏咩？幾扎黏？唔會發嘅咯，唔會發嘅咯。對。嘅香花啦，本來很耐用的，都有彈性。我就是倆經驗啊，就看 FB 嘛，看到倆種來，就
吃到佢轻适合了做了。嘿，因为我平常的奶啊，就像了很硬性。做得做安尼，看像动物较硬的东西，较固体的东西。佢个花做有一天要吹下来。错，因为听错咩？对，俩做较强。哦，真嘅。对。我拄名动来，我都迄么个籽啊，也迄么个泡面安尼的东西，唔系，安尼算起来系轻粘土。超轻土。哦，超轻土。你做得讲轻粘土做。哦，较强的粘土。安尼呀，蔬菜青豆呢，古所以做东西就有青豆嘅现在的哈。嘿。好呀，法盘，你法盘一般来讲会爱做几道盘？五皮。五皮，佢嘅法出係五皮法盤呀。嘿，对。好，個愛做髮型了。嘿，人家哈做愛咱給染起來。染起來，係用白膠呀。嘿，白膠。我發覺一下做呀粘土色水青豆誒。對對。哦，基本上出按到色，迄個我今日突發奇想啊，想要一個當特殊嘅色啊，做得一家條冇？做得啦。像人家佢係帶火焰般的紅哈，你做一條咖啡色，冇做它橙色的粉。哦。安尼調色，因為佢有土咩，個調色下去。就我剛好吼，節目以前嘅出門先生用嚟調色，佢講就像調水彩安尼咁樣。對，來啊嚟。來安尼就要入色咧。對，糯米嗰種嚟融合在一起。哦，當像糯餅安尼，糯安尼。哦，一下做一個係，你係做嘅髮型。髮型。之前嚟做哈，做到粗板板嘅，就一個花蕊啊，做挺長。你咪聽太，慢慢改進啦。哦，要做較優調嘅係啊。對，看到係優秀。係啊，一般來講，想要學安尼嘅 DIY 吼，安尼像安尼做法，其實安尼做起來非常嘅強呢。唔過安尼好做冇？初階入門就做得來做冇？做得啦，就講要練習。唔係難啊，要了解。練習幾擺啦。要練習幾擺，因為安尼想法做起來，當起色當漿呢，好安尼帶起來，你嘛個三都清漿。真嘅，韓國安尼批的吼，你帶100、200、300、400，又做得硬硬，唔驚你冇快睇，真嘅當漿，好當起色咯。先生有冇開始來做安尼嘅黃金房？哦，你要感謝桃園市的市長鄭文燦，對啊，有一擺我的個農博在新屋嘛，那個博覽會，我是給他，我去辦記者會，佢就講我教佢做絲嘅嗰個油桐花，佢講先生，你做一下黃錦花冇？有。因為咧黃錦花係海筍，當健園，因為啲海筍花健園咩？對，海筍係客家人嘅花。哦，係啊，可以客推標嘅花。古早就開始有黃金花，對，安尼真好呢。對啊，一般都提講油桐花嚇嗰種嘅，嚇先開始。啊，依家聽講黃錦花係推標海鮮嘅嗰種嘅，海鮮用客家人嘅精神，當健園唔驚辛苦，唔驚風，唔驚冇水，係啊，韓國有清江，就有客家刻苦耐勞嘅精神。安尼就算做好嘅咩？係啊，哎呀，有獎嘛？有，韓國家己嘅代表炎黃子孫嘅嗰種。哦，真嘅呢？係，給點風風嘅。就炎啊，哈，就講火焰般的紅嘛，炎嘅黃，因為我們是來自中原的炎黃子孫。係，哦，還有安尼意思。按樣花吼，按樣雕，就講平常做好按樣標啦。比較係啊。係比較，這樣唔會開痛太。哦，因為安尼出嘅標叫咩？安尼佢係有地心引力咩？對。啊，你啊嗬，最尾加下人做咱嘅組合起來。對。
古所言吼，迄讲材料油咧，基本上要做乜嘅吼，睇人寫字叫下來做嘅話，清潔就做得完成。韓國人嚟嘅鹽土吼，佢唔要乜嘅味道，唔要粗粗啊呢，生嘢做咩當安全，唔要當好教。你全部有檢驗過，美國啦，台灣咩都有檢驗過。就係安全嘅東西就做嘅。我做30年。哎呦，真嘅啊，做30年做得堅持下去呢，吼。真係冇簡單，係越做越好教嗬。有前段時間沒有去教小朋友嗎？有哦，我都去學校地班，像永福國小啊，頭個做龍興國小，韓國嘅公所社區大學，就教青島嘅學生，我啲新用品沙皮台學校。跟你桃李滿天下，咩青島學生嘅哦。人講新年新頭，就做一個長嘅黃金發哈，祝大家事事順利哈。乜嘅做乜嘅就當順心，兩隻人滾起來，然後你看到配用嘅嗰種嘅蝴蝶結或者是那個緞帶都做得。哦，安尼就差唔多完成了。哎呀，你那個捲起來哈。現在在一個藝術造型，哇！就請講，真嘅，安尼就請講。唔係要較高貴做哎呀，個做個皮一下，你自家做的皮冇強用嘅，愛洗髮類啊。對。哇，安尼就完成了，係咪請講啊？看起來好啊，真嘅唔會真困難嘅嗬。要專業嘅先生教大家嗬，大家就簡單就上手。當然哦，喺講上嘅好，來玉山後面做得啦嗬。做得。好，等一下呢，還有青島嘅作品哦，韓國鍾先生佢嘅畫作咩介紹俾大家，請大家先了一下，繼續真咯浮起來咧。真係浮起來了，為個新嘢咧，大家係咩啲套？我上我準備乜嘅電路，我送俾我親好嘅朋友、老婆客人呢。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玉山畫廊2位藝術家到現場哈，就有好東西推薦俾大家。2位先生好，主持人好，工人愛到嚟哈，2位先生請無限啊哈。今日現場你都帶來安多嘅東西，你看我頭前安尼嘅禮盒，就係你哋哈講安尼清台風，比如講事事如意啦，係嘛？啊，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嘛？事事如意，你喺我參加客家委員會哈，個標章認證，專家學者給我們認證。哎呦，韓國也桃園地區嘅10大伴手禮，沒有咩？對，做迄個油桐花詩詞上座。哦，韓國沒有辦法嘅詩詞上座。係啊，大家看哈，無論係油桐花啦、刺嘅啦，還有剃頭啊，就如意咩哈，各位安尼加講。呢度大家有發覺嘛？哎呦，呀，私下都按獎咯，圖畫都按獎，係買一下嘅呢。欣賞下。係啊，安尼其實安尼2、3強下來創作嗬，就攞唔到最強嘅東西結合起來啊嗬。咁你頭前看到先生 DIY， 唔嘅手工冇發覺咩？就稱讚咩嗬？什麼？能夠做安尼就希望帶俾大家客家嘅清講嘅東西嗬。呢度下呀台詞就會有學問咯。因為鍾先生，你嘅下台詩嘅老師，哇，台灣有名嘅書法家呀。台灣有一個機會哈，認識了郭元洲先生哈，佢帶種啦，佢有狀元真好，聽講我哋就開畫廊哈，也有呢種嘅味素，佢都親樂意哈來我點讀哈。冇企業我點按寫哈，佢來到我點度教我哋條寫詩指導。當時也遇到先生啦、醫生啦哈，個像派出所嘅嗰種嘅所長哈，青島對了冇必是有心嘅人哈，都向下來學習。很讚喎！對，大家點啊？你看，應該啦，圖畫啊，出按獎哈。韓國人講，愛留台詞來學詩嘅哈，
哪有按简单？哈，郭先生哈，真见懂有名。不过吼，恩钟老师呢，真有心，因为哈，佢就去载先生来上课，啊，上课上台就载先生转去，就来打嘴鼓，就来佢照顾到好好，先生就真欢喜。哎呀，你们都有心呢。哎呀，头摆后生较唔晓嗰種嘅，唔曉想啦，冇用心用到像嗰種嘅，實在講學書法要真有心啊，有耐心去寫。係啊，嗰時候有啦，大家有感受得到哈，嗰時候唔到嘅創作地圖就看到安尼講嘅詩、講嘅圖，還個講嘅手工藝啊哈。一般呢，其實之前呢有參加。南港展覽國嘅客家產業嘅博覽會啊，嗬，呢度啊有青島人喜歡到嘅作品咧，嗬，有本到青島嘅感謝嘅意見係啊。有啊，去到就去到青島好學習嘅地方啊，誒，咪想講連倆客家嘅產業，嚇，就按推廣出去本客家地啊。有糖到乜嘅嘛？糖到乜嘅本唔知道愛感動哦。你看譚比嘅相片哦，黃子佼佼哥沒有來到現場啊哈。安尼你都有糖到乜嘅本有真感動係嘛？哦，有青島人你都聽東西哦。係啦，嗰種嘅就講一擺博覽會哈，4年前你參加一擺，哈，一擺來係咪咁樣真鬧熱哈？要青島。規劃到真好哈，本人了個學習嘅嗰種嘅認識客家嘅農產品啊、文創產品啊，還有啲食咧哈，大家都研究到一套架哈，來到呢邊咁樣做哈，所以吸引一多人來參嗰種嘅來聊聊。我都準備青島前一買。你沒買東西啊？每年一擺呢有青島人讓你哋聽安尼佢哋嘅作品嗬，還有嘅當天數嚟出青太卜嘅花呢。哦，係啊。係，下擺就會有人嫌我哋點都嘅花都冇邋遢啊。啊，一擺出安尼有青太卜嘅係啊。係，夾屋下嗬要下睇，就喺外去看下咧。哇，大家可以下欣賞安尼花。啊，等陣看唔哋創作嘅時節，就感受得到安尼花青太卜哦。哦，係啦，你啊，唔過風景嚟講嗬，就下油菜誒先進嗬，樣板像種樣板花啦嗬，冇講非常多嘅漢字啊。係啊，哇，安尼畫起來，安尼係完成嘅係啊。唔會咧，我頭前還蠻好啦，頭前種地嘅花，杜鵑花咧，加落去。就攞自家心肝都想嘅畫面，攞佢畫出來。嗰時候安尼真嘅完全係創作，安尼太卜嘅花落西卜嘅花，你知道畫起來嗬，有冇相同嘅地方？西卜嘅花當然就可能較簡單啦，較簡單就完成嘅。啊，太卜嘅花嗬，可能上較多啲嘅，構圖啊，上，人講構圖有青島種嘅方式，有嘅人會拿鉛筆來做安尼草稿，先生聽講你唔是呢，全部啲頭腦啲都想好，凊彩畫就畫出來。哎呀，冇咁樣講啦，真畫圖就講嗬，咩有落嘅人客嗬，即係嘅意思啊，一般畫山水嚟講嗬，做乜成看。夾嘅英文、泰文嚇，係向那片嚇，盡量落啦水嚇泡沫咧度嚇，流向得個幅度嚇，因為水係做嚟講代表了財源嚇，對日本嘅財源滾落來嚇。哦，係哦，好，講到安尼，我想到先生還有一個一幅圖，也咩你新創作安尼請講嚇，加講到。也有小橋流水呢，也啲那樣嘅東上去帶呢。當正水係講財富咩？哦，韓國有嘅人化作也係鄉村嘅景象係啊，有嘅。你做下畫山嘅啦，嗬。你卜花來講嗬，就還有像你嘅陶淵明嘅上一個嘅成法嗬。田園生活，對，記錄入。同時呢，你卜花來講，夾個水流向嗬，就看嗰種係咪嗬？
一般来讲就讲看人的门啦，哈，来结天啦，哈。哦。啊，做过了的哈，假发掉的哈，就节节高升哈，福报平安啦，哈。嘿呢。里面讲福禄寿咩哈，他讲有画鹤就会形容寿嘛，啊就毛孔用的东西特别毛孔的意境哦，啊你燕燕还有咧水虫呢，有瀑布呢，看起来就懂舒心哦。可是平常时无论係畫圖啊、做手工艺啊，全部就會讓人嘅心情表現出來呀。哎呀，畫圖本身是有這個意思的事啦。哎，當然啦，建設是講吼，畫按當然冇畫過下子。哎呦，本來是東江。因為大家當然看吼，啊進步很難啊，迄有名人咯，人指導啊吼，可能我較叫做較太改變啦。哎呦，就當初安尼時常出去老大家交流啊，吼，安尼就有會機會看到無樣的東西啊，哈，出台安尼畫圖啊，做手工藝，大家看到人見咩後輩，還有幾個來到現場咯，安尼係沒有大型嘅製作，當初花燈啊，啊其他工藝品，安尼用神法郎沒有來做下。哎，兩組也有2年，前2年俺桃園哈有辦一個台灣燈會哈在桃園哈，今年係後年嘅哈。跟日本人佢也千熱心，佢參加嘅新用品沙期太好，啊教育局有辦啲研習課程，係啊，花燈研習。因為做得青島沙一組哈，跟我都禮拜一隻主演哈，係咪學習啊？真學會，學會就曉得做以後哈，哇，東江呢？點燈時就東江呢？就做得哦，家嘅行得到嘅元素就出嘅啊哈，哇！其他看到嘅神法郎有行得到無共樣嘅作品哦。我當中唔過所有嘅朋友大家講吼，我當想愛來到呀，同2位大師共下來學習，請問用神法郎啲奶呢？哦，我哋嘅法郎哈，真好請咧，嗰時喺度國道3號哈。台北按樣下來花哈，天一隻風6點哈，然後哈就可以到我哋嘅花廊嘅。係啊，係出啲龍潭天氣就出嚟。搞聊拖桑。在 FB 前。哦，錯。Google 天河前。Google 係啦，係就有機會大家嚟到呀哈，向下嚟交流欣賞2位先生嘅作品咯。當然一路行哈，其實人講創作吼，常是係故事嘅。咩係冇簡單嘅，我老想法表態出來，要經過青島時間、青島嘅努力啦，哈，係像2位安尼做到嘅哈，凊彩講數字公算得出來，啊算唔脫咯哈，青島嘅作品啊，我咪希望2位先生繼續帶本大家講嘅作品啊。啊，什麼大家？第2位先祝福2位先生新年快樂了。啊，大家新年快樂。今日節目當中，當歡喜邀請到2位藝術家帶來按多按澎湃嘅作品哦，當場現場嘅發作共用，而祝福大家呢新嘅一年事事如意哦，當然就有好嘅心情哦。感謝大家今日嘅收看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聽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再來了，拜拜。